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香港山遊。今日嘅山遊行程約16公里，花咗約6小時，從慈雲山出發，最後抵達城門水塘。呢條起伏路線累計爬升984米，帶我哋登上著名嘅獅子山，同埋佢鄰近嘅筆架山。沿途同埋山頂嘅景色非常優美。前往筆架山嘅路上，同埋下山經孖子徑至城門水塘嘅途中，我哋經過咗一啲戰時遺跡。從鑽石山地鐵站出發，我哋乘搭19號 M 綠色小巴前往慈雲山，喺嗰度行20分鐘就能到達獅子山郊野公園入口。嗰邊係一座100年歷史嘅觀音廟，我哋一陣間就會經過佢。冇諗到呢度居然有馬騮喎，還好佢冇乜點理我哋。呢位朋友對呢座觀音廟好感興趣，所以我哋決定入去快速咁參觀一下。觀音廟已有170多年嘅歷史，真係大開眼界。由呢度到獅子山頂大約需要1個小時，一路嘅石級都收得唔錯。好靚嘅吊鐘花。今日嘅天氣有啲炎熱潮濕，行起嚟有啲吃力。今日嘅能見度還不錯，嗰邊應該係慈雲山同埋象山，勉強可以睇到大老山氣象站。好啦，開始睇到多一啲藍天。上次我哋走呢條山徑，今次我哋打算繼續向前走麥理浩徑。指示石，呢條路上有頗多同樣嘅指示石。機槍堡，視線清晰。到啦，獅子山頂，獅子山頂示標，打個卡啦。我哋而家嘅位置據說係獅子嘅背部，獅子嘅頭部就喺前方幾分鐘路程嘅地方。出發啦！
正，拍個360度全景先。獅子頭就喺嗰邊。獅子頭不得了啊！作為一個熱門嘅景點，呢度週末通常人很多，呢度又冇圍欄，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啊！今次嘅路程仲好長，我哋出發啦！睇起嚟似塊面，需要一啲想像力。回頭睇睇我哋剛才到嘅獅子頭，嗰邊就係我哋下一個目的地筆架山。由呢度行大概需要1個鐘頭。睇嚟離筆架山仲有一段路喎。唔少人喺九龍奧良亭休息，呢度係通往獅子山、筆架山、乾隆古道同埋橫頭磡嘅交匯點。軍事動員，不過乜嘢都睇唔到。筆架山觀景台，喺呢個角度睇，獅子山一啲都唔似獅子，有啲怪。我嘅 GPS 一瞬間顯示赤鱲角，導致我嘅追蹤路線出現咗偏差。還好，冇乜大礙。到啦，筆架山，我哋通常會喺呢度休息一下，補充體力。可惜呢台機器嘅噪音太大啦，唔適合休息。
呢個涼亭好適合我哋休息一下，補充體力，重新集合，然後再出發。就咁樣，我哋走過咗獅子山郊野公園同埋麥理浩徑，而家前往金山郊野公園，準備從嗰度開始走衛奕信徑。我哋需要沿住大埔道沙田嶺段走一段，經過九龍水塘後，應該就可以到達衛奕信徑嘅入口。睇下獅子山、筆架山，我哋剛才走過足跡，睇下有冇更好嘅角度先。正，呢邊清楚啲，由呢度睇過去好似都幾遠。更多馬騮都預計到啦，因為漸漸靠近城門水塘。我哋啱啱走出金山加綠徑，而家正轉向麥理浩徑6段。我希望係最後一段石級。遠處應該係城門水塘，前面係城門戰地遺跡徑。遠處係針山，去過啦，而家冇力氣再上啦。呢啲隧道都係以英國嘅區名嚟命名。城門水塘到啦，我哋花咗6個小時，走咗大約16公里，
最高海拔達495米，累計爬升984米。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趟嘅山遊，祝你有愉快嘅一日。